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裏會有愛無盡頭？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而我卻確信愛是恒久。碰到了你已無別求，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知道的愛盡見於此處。再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為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為獲得主稱讚已足夠。神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裏會有愛無盡頭？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而我卻確信愛是恒久。碰到了你已無別求，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知道的愛盡見於此處的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為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為獲得主稱讚已足夠。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為獲得主稱讚已足夠。Hello， 大家好，晚安，好開心見到你。今晚係好特別嘅日子，我哋一齊嘅去紀念主耶穌。無論你身邊有幾個人或者得你一個人，我哋都係一家人。首先我哋彼此嘅歡迎，歡迎你，歡迎你。我哋有個祈禱，主耶穌多謝你愛我哋。雖然我哋分散喺唔同嘅地方，但係咧我哋仍然能夠一齊嘅相聚。因為你喺我哋當中，我哋一家人嘅感覺特別嘅濃厚。願你帶領以下嘅時間與我哋同在，讓我哋心靈相通。我哋感恩禱告，奉主耶穌嘅聖名，阿門。唔知道你心裏面咧有冇一個名字？你成日諗住佢，掛住佢，可能係你嘅至親啦，你嘅至愛啦，或者係你嘅另一半，你嘅知己朋友。
今晚我哋好想咧將耶穌嘅名字咧刻喺我哋嘅心裏面。當然我哋信耶穌嘅時候，耶穌已經刻喺我哋心裏面。但係今日我哋所期望、所祈求嘅就係，無論呢個世界點樣變化萬千，遇到幾大嘅困難，耶穌仍然喺我嘅心底裏面越嚟越刻得深。今日嘅題目咧就叫做深刻耶穌。信仰係一個成長嘅歷程。有人最初對耶穌嘅認識，只不過係聖誕節慶祝耶穌嘅生日，知道聖誕節嘅主角唔係聖誕老人。後嚟漸漸對耶穌、對神嘅認識越嚟越深。我相信呢，一定有啲關於耶穌嘅事呢，喺你嘅心裏面好深刻，讓你生命能夠成長，更加經歷神更多。今晚我哋由耶穌降生開始，道成肉身開始，去感受下一啲觸動你心、令你深刻嘅事。最近令我哋觸目驚心、深刻嘅事情，莫過於係新冠病毒嘅爆發，令到上千個醫護人員犧牲咗。我哋好難過，因為佢哋嘅裝備不足。但係主耶穌道成肉身，唔係佢嘅裝備不足，而係佢刻意特意咁捨棄咗神性，選擇咗人性嚟到拯救人。就好似醫生冇口罩、冇任何嘅裝備，都甘心樂意嘅進入感染病房去拯救病人一樣。有人形容呢個罪惡嘅世界好似一間嘅大醫院，有各式各樣嘅疾病喺當中。我哋嘅創造主耶穌，佢聖潔尊貴，竟然願意進入罪嘅世界。小小嘅耶穌，佢降生喺污糟嘅馬槽裏面，開始咗佢捨己救人嘅一生。我哋嚟睇下主耶穌出嚟傳道，到處奔跑嘅腳蹤。現代嘅人缺乏運動，好多時候咧就買個運動嘅手帶 check 下我哋每日行咗幾多步，心跳係點樣，睡眠質素係點樣樣。我都買咗一個，不過而家唔知放咗喺邊。我想講嘅就係，當耶穌仲有心跳嘅時候，佢每日肯定係行咗超過幾萬步。佢到處醫病趕鬼傳福音，去到各城各鄉，佢日以繼夜嘅服侍，連瞓覺嘅地方都冇，唔好講要好嘅睡眠質素。佢奔跑嘅腳蹤風塵僕僕，令人為之動容。最令人刻骨銘心嘅，耶穌最終係行上咗十字架嘅道路。佢被自己嘅門徒出賣，被人鞭打，被吐口水，被侮辱，被嘲笑，受盡折磨。佢嘅同胞情願釋放一個殺人犯，都要用最殘忍嘅刑具十字架嚟到釘死佢。你試感受下，主耶穌嘅心係幾咁嘅傷痛。如果係你，唔知你會點樣反應？你會點樣做？耶穌並冇憎恨嗰啲陷害佢、凌辱佢、釘死佢嘅人，反而選擇寬恕佢哋，求父赦免佢哋。主耶穌一次又一次咁震撼我哋嘅心。弟兄姊妹，你有冇刻骨銘心嘅經歷過耶穌嘅愛呢？有邊啲事你念念不忘？而家我哋靜靜地諗一諗，默想下耶穌。諗唔諗到啊？如果諗唔到唔緊要，可以多啲睇聖經，多啲睇下關於耶穌嘅經文，然後去默想下。好多時候咧，我哋眨下眼就已經默想完，
我哋習慣咗忙碌，身不由己咁忙碌，匆匆忙忙，忘記咗去諗下耶穌，忘記咗耶穌喺度等緊我哋。我哋好容易忽略咗神嘅存在，更加唔好講話愛神回應神。昔日嘅門徒都係咁樣樣，當耶穌受難之後，佢哋先至突然間諗起嗰次一生難忘嘅經歷，就係耶穌為佢哋洗腳。生活喺現代繁華嘅都市，洗腳係咩一回事呢？可能我哋都不以為然，因為我哋日日沖涼嘅時候已經洗埋隻腳。但係喺耶穌嘅時代，到處都係泥路沙石路，到處都係牛羊動物嘅糞便，多數人都係着草鞋，因此腳係最污糟嘅地方。入屋洗腳係佢哋嘅習俗。除咗自己幫自己洗腳，幫人洗腳都係地位比較低微嘅人，例如僕人啦，為主人洗腳；學生啦，為老師洗腳；伙計啦，為老闆洗腳。但係喺逾越節嘅之前嘅晚上，耶穌同門徒一齊嘅晚餐，情況就啱啱嘅倒轉，讓我哋同門徒一齊經歷呢個好特別嘅晚上。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耶穌默默履行咗救贖嘅計劃，接近完成。佢知道自己離世嘅日子就快到。唔知大家有冇聽過生命教育？其中就叫人試下想像下自己即將離世，苦心自問下有咩嘢未了嘅心事。呢個時候，耶穌心裏面嘅感情洶湧澎湃。佢愛屬佢嘅人就愛到底。雖然所有嘅人都係神所愛，但係神特別應許一啲已經承認耶穌為救主嘅人，愛佢哋到底。唔知你記唔記得耶穌臨離開世界嘅時候，求父賜保惠師聖靈與門徒同在。耶穌一諗到自己要離開門徒，佢就情不自禁為門徒洗腳。本來主耶穌坐喺主持人主角嘅座位上，佢立即企起身離開座位，除咗件外套，摺起衫袖，預備好毛巾，倒咗一盆水，逐個逐個為門徒去洗腳。每個步驟，每個動作都顯出主耶穌嘅柔和謙卑、細心周全。主耶穌可能有說話講，可能盡在不言中，視乎洗腳嘅對象而異。佢完全為被服侍嘅對象設想，目的只有一個，令佢哋得到最好嘅服侍，最大嘅滿足。耶穌洗完一個門徒又一個門徒，當佢行近彼得準備為佢洗腳嘅時候，彼得就大聲嗌：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永遠唔可以幫我洗腳。大家知唔知道彼得嘅反應點解咁大咁激烈呢？並唔係佢隻腳有問題唔濕得水，乃係佢嘅心覺得自己不配，而且係永遠嘅不配。但喺耶穌嘅心裏面，耶穌覺得屬佢嘅人永遠配得最好嘅服侍，永遠配得佢親自嘅服侍。如果主耶穌唔服侍你，係因為你同佢冇份，你唔係屬於佢。如果你唔接受耶穌嘅服侍，你就同佢冇關係。弟兄姊妹，如果你而家都有好似彼得咁樣嘅諗法，覺得自己不配，但係當你聽完
主耶穌所講，我要不洗你，你就與我無份。盼望你唔好去放棄，繼續去努力做好自己。其實我哋個個都唔配得神咁大嘅恩典，但係神卻係偏偏揀選我哋同佢有份。大家唯有努力做好自己。彼得聽完唔洗腳就同耶穌冇份，佢再一次反應過快，反應過激，佢求耶穌洗埋佢嘅手，洗埋佢嘅頭。耶穌好有耐性去教導呢個好特別嘅門徒。耶穌講：你沖咗涼㗎啦，全身都乾淨咗㗎啦，只要你洗埋隻腳就 OK 㗎啦。最後耶穌補充一句：你係乾淨嘅，但並唔係每一個都乾淨。暗示門徒裏面有人唔乾淨，大家都知道係指出賣耶穌嘅猶大。其實每個門徒都好有 potential 做猶大，因為魔鬼同新冠病毒一樣，冇揀人去攻擊，係人都攻擊。當你防備不足嘅時候，當你鬆懈嘅時候，就係魔鬼引誘你犯罪，置你於死地嘅時候。今日主嘅話，主嘅道不斷咁清洗我哋嘅生命，我哋基本上係清潔嘅，係乾淨嘅。但係當有一日你冇去聽到，或者聽唔入嘅時候，你覺得呢個世界所講嘅嘢更加啱聽嘅時候，你就漸漸咁變成唔乾淨。嚴重嘅時候就變為出賣主，唔信主。耶穌同世界嘅王分別最大嘅地方就係耶穌用佢無比嘅大愛緊緊咁箍住你，以免你行差踏錯。呢種愛好具體咁樣體現喺耶穌為門徒洗腳呢件嘅事上。洗腳代表你同耶穌有份，係一種愛到底嘅承諾，代表無條件嘅接納。無論你覺得幾咁不配，依然係神嘅最愛。就係呢種嘅吸引，你就甘心樂意嘅被神去俘虜。你好願意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嘅去到愛神愛人，去到被神使用，被神祝福。我係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當你明白咗洗腳包含嘅意義嘅時候，最後耶穌叫我哋學佢嘅榜樣，為人洗腳，又要俾腳人哋洗。你們也當彼此洗腳。嗱，大家一家人，今日聽者有份。個個人唔單止要將耶穌刻喺我哋嘅心裏面，更加要將耶穌嘅吩咐彼此洗腳付諸行動。請你今日代表耶穌為你嘅家人洗腳。家人可以係你嘅屋企人，又可以係教會嘅弟兄姊妹。可能你唔習慣為人洗腳，更加唔習慣伸出腳俾人去洗。我好想唱一首歌嚟到鼓勵你。呢首歌叫做《勇敢洗腳吧》，唔知有冇一首咁嘅歌呢？你要相信主嘅教導係好得無比，唔好介意同埋難為情，唔好將呢啲嘢掩蓋咗彼此洗腳真正嘅意義同埋所帶嚟嘅祝福。今晚你可以為你嘅配偶啦、家人啦、兒女啦洗腳，表達你嘅愛。當然最好能夠實體洗腳啦，預備好一盆水啦、毛巾啦，好似耶穌咁樣除低外套，細心預備親手洗腳。
當然你可以完咗聚會之後先至做，預備好先至開始。如果你今晚未能夠實體嘅洗腳，你可以祈禱，為你好想為佢洗腳嘅人祝福祈禱。可能你好想多啲愛佢、包容佢、接納佢，甚至寬恕佢，你就喺今晚為自己祈禱，為對方祈禱。耶穌愛你，耶穌愛佢，必定更新祝福你哋嘅關係。一陣間呢，我會代表耶穌為我嘅太太 Emily 洗腳，對佢表達感激啦、欣賞啦、接納啦，同埋承諾永遠愛佢到底。然後呢，我哋會一齊嘅去到祈禱。你願唔願意去承諾你嘅家人愛佢到底呢？愛弟兄姊妹到底呢？願耶穌祝福你。耶穌你是寶貴，你對我真寶貴，你流寶血洗淨我，你愛使我自由，我只想天天去讚美你，我只想去彰顯你的名，主啊，我愛你，我要更愛你，我只想一生去侍奉你，我只想去榮耀你的名，主啊，我愛你，我要更愛你。